欢迎收看《台湾香港》，我是阿明。咱讲国军年度上重要这个演习——汉光演习，今日正式来开始哦。其实咱看到汉光演习哦，是咱中华民国全国性的这个防卫作战。咱讲这个敌人哦，想要对抗的，就是中共的这个解放军。自咱1984年哦，这个第一号汉光演习到打已经36档啊吼。啊，其实哦，伫咧有线预演的时阵啊吼，咱讲2020年就发生疑似的这个意外啦吼。不过嘛，引发到这个济关注。咱看到蔡总统咧讲守护台湾这个决心袂使停吼。不过咱看到民进党这个智库这个副执行长哦，吴怡农是安怎讲吼？伊过去是陆军哦航空特战指挥部下属退伍啦吼。伊批评讲汉光演习哦根本就是表演需求尔，甲实际作战的这个情况有真大的这个差别。不过咱看到讲蔡总统伊讲哦对国军实在是无公平啦吼。所以这个演习进度真正是袂当话停，今日是正式开始。咱嘛讲到针对台湾甲中国军力兵形是差别哪来哪大。最近咱台湾就是发展这款的这个无对等的这个作战方式吼，透过较长途的这精准的武器哦，这个威力会当作为防卫台湾海峡甲台湾西部这个手段。咱莫讲哦，这个汉光36号演习头一日上要紧的这个项目，就是咱讲空军哦战备转场啊。其实这5天4暝内底上精彩，就是7月15甲7月16这2天啦吼。7月15是讲啥？滨海决胜。哦，是13年了后，搁一届来发射这个重型的这个战雷。另外，咱讲7月16是瘫痪歼敌吼，歼灭什么敌人呢？嘛要验证讲咱新编成的联合兵将赢啦吼，来进行联合的这个反登陆作战。啊，另外咱嘛讲到台海真正是无平静啦吼，咱讲中共的这个军机哦，侵了到咱台湾来只起无空，顶半年已经19摆啊啦吼。啊，咱嘛看到，其实美国运输机、电子侦察机哦，嘛出现伫咧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美国这个侦察吼，咱讲弹道的这个飞机啦吼 ，RC 这个 135S 吼，飞来到遮，其实就是要掌握共军这个弹道飞弹这个测试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台海遮已经变做是这个台美中交锋这个热点。透过今日汉光演习展开，咱做回来分析。汉光36号实兵演习为今仔日透早6点开始。台湾空军为台中青泉港派2台飞行机C130飞去花莲空军基地，屏东嘛派出7台C130甲新竹的 IDF 飞行机飞去台东空军基地。停伫花莲空军基地 F16只是防守花莲嘉山基地，虽然有起飞，但未飞去其他基地。主要任务是提供战力保护。台湾国军今仔日投入汉光演习，中国智库表示，美军 RC-135S 真早飞行机为 Okinawa 飞去南海，真早共军动态，而且 RC-135S 真早飞行机主要用地追踪飞弹。今年是比往年紧绷点，因为美中对抗的这个激烈增加。那么这对抗里面，当然除了科技经贸以外，当然也有军事上的，像比如说最近美军2号母舰在南中国海演习等等。先来邀请到咱节目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前国防部行政处参谋官黄平浩。主持人好，大家朋友好。是哦，咱讲吼，这回汉光演习啦吼。有影真正重要吼，虽然进前有出一寡这个意外，但是咱讲旧年哦，台美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这个意术伫咧啦吼。但是这回咱安怎去分析咧？有人讲吼这阵是共岛一心嘛吼，要设想讲美军会来斗帮战，也是讲要做一寡这个美军联合作战的这个演习吼。这回咱安怎去来讨破咧？我想哦，这边的演习吼，上重要的就是最近吼，中国因为伊这个几下年来吼，这个海军嘛好，空军嘛好吼，伊的这个力量的成长是愈来愈大，而且吼，伊的这个行为吼是愈来愈这种的，互人感觉讲伊的侵略性吼是愈来愈强，吼，亲像伊的这个飞行机吼飞到咱台湾海峡，吼飞到咱台湾的北边甲南部吼，嘿，这个是愈来愈济，所以讲这边看起来吼。
这美国感觉讲咱台湾的防卫的实力虽然讲嘛有增加，但是袂当互中国有错误的估计。OK， 所以讲这边我看到这个大家嘛有看到，就是美国增加对中国的进步的这个 collection，就是数字收集我是有这种是对中国的一种的的警告。因为对中国来讲伊上惊就是伊家是武力来去拍台湾的时阵，这美国会介入。而且今年嘛有人讲可能中国会对咱的这个东山有可能有这个军事的行动。所以讲这边我看这美国非常的注意，就是中国的海军甲空军是毋是伫这水军有迄个无甲过去无共的行动。我想这个是甲咱家己的演习是毋是有台湾甲美国的联合我感觉这是第二步的代志。第二步的代志咱国军先做好势啦。所以咱讲汉光36号演习陆海空，咱嘛有做一张图表要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啦第一张是啥物咧？第一张咱讲着伫咧旧年啦咱这当编成的这个联合兵的兵种营啦头一摆投入去演练的这个部分啦咱讲已经13年，这个剑龙级的这个这个浸水艦啦鱼雷这个试射这回啦咱嘛是爱做一摆来这个检测啦另外就是后备兵力头一摆嘛是投入实弹的这个演练，还有3大这个敌军队拢是今年的这个重点啦联合反定路是反空降啦是反敌攻，拢是这回这个重要这个科目演练。咱嘛讲这个剑龙级的这个浸水艦伫咧这个东南海域啦来要去进行其实咱嘛讲到这个扩编的这个动员步兵104旅啦这个步兵营甲炮兵营要做回来参演，伫咧咱台中、嘉南这个海边遮，还有台中港。等等这个区域，拢要进行着咱讲枪毙部队共同进行这个反定路的作战实兵实弹的这个演练啦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王理事长其实咱头拄啊这个教授嘛分析美国可能这个联合作战是第二步啦第一步先把咱的这个素质提升，但是咧咱讲汉光36号其实真侪种的过去这个咱讲13年这个鱼雷无搁射，这回要射。有代表什么动作无？这摆咱看这个汉光演习那么上重要的是啥？反定陆，联合的反定陆的迄种作战就是较早来讲啦咱伫迄个啥，要甲胜做敌人阻截就冻伫这个沙滩江团的迄个防卫的时候，这个团防卫咱这摆毋是讲咱这摆爱反登陆叫做你要开始，我毋来甲你阻截尔，我即摆爱甲你攻击去。所以即摆是做联合演习。这个联合演习内底伫迄个啥，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之外，海巡署甲迄个宪兵拢有这种特战的迄个啥军队那联合作战是。咱知影联合作战这是这几年来应该是啥？冷战结束了这个结束了以后，迄个这个美国美军呐拢特别重视讲未来战争是一个混合性的战争，袂使讲你一个军家己去拍一个陆海军家己拍家己，无安尼即摆来拢是用来联合作战是。咱会当看到就讲即摆为虾米甲迄个啥海巡署本来就是拢迄个啥海上警察啦海上迄个警察尔为虾米要甲迄个这个来做这个军事的迄个反定陆的作用？是。因为这可能就想到了日本的迄个报纸就传出讲叫我可能要迄个争夺这个东沙岛，这个夺岛啦所以咱知影迄个东沙岛是拢海巡署即摆在搞所以个海巡署变做迄个啥，会让迄个军事行动，因为较早海巡署是拢在伫海上底掠迄个啥，迄个招输迄种飞船迄类的，即摆要做列入迄个啥战争内底迄个宪兵嘛共款嘛，宪兵较早是拢咧管军人的迄个记录啥记录
就是纪律的问题，即嘛毋是嘛是要作为逐渐吼。是。所以这是即摆咱看到较特殊的一个所在。第二个特殊的所在，咱会看到啥？迄个旧年的时啊，就是35号的迄个汉光饮食吼，咱看是啦，伫一个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吼起飞的迄个战机吼，咱也有直播在看吼，为头到尾拢看甲清清楚楚。今年毋是，今年无做即个啥高速公路的迄个起飞啊，战机的起飞。今年是甲就是啥，要安怎疏散？吼，就是甲即个战机吼，各个大家迄个基地迄个战斗机吼，出啥问题，较紧规疏散起来。所以咱有要注意到，就讲，较早这飞机也要飞起飞啊，战机咱拢足侪伫迄个啥，伫迄华联迄个嘉山基地吼。迄个嘉山基地是拢有以遐起飞起来吼。今年无啦。吼，今年无。因讲是这个战备这个吼，咧跑道也个跑道在增修啦吼。但当然咱会看到种安尼也拄啊趁这个机会吼，安尼跑道咧叫做啥？伫迄个增修无要紧，你去别个空军的基地吼，大家迄个啥，迄个试，吼，就拢试过来迄个看，分散的时机。看有法度，迄个反应足紧无安尼吼。但都有一点是点，你飞机战斗机飞迄个啥分散去了吼，即马是毋是爱密咧？是。咱较即马有一个计划，就是讲哦，特别伫迄个台中迄个青泉港吼，是。即个啥做迄个飞行机的应该讲机保吼，咱就像一个伊一个飞行机的厝啊，好比安尼吼。所以即摆啊，阮做即种迄个啥，迄个演练吼，即种演习吼，先嘛是看讲，敢呢，敢有法度来保护这个飞行机？因为咱的迄个啥，咱的飞行机，咱的战斗机确实是无遐济啦。因为你也要甲迄个中国比起来吼，咱确实是那差较济咧吼。那咱要有新的飞行机也歹买啦。即马上新的对咱来讲吼，上新的是比 F16V 啦，也叫做 F16的迄种改良型的迄种，吼。即马去年已经测过啊嘛，吼 ，F16型的迄个 V 吼，即种的吼，改良型的去年迄个演习已经测过啊，今年就无嘛，就无，无的是咱即马做规安尼刷去，吼，叫咱走去咪，安尼是你哈会当迄个避过迄个强的迄个啥。迄个不管是飞弹啦，吼，还是伊即摆有个我看一个资料讲，即摆叫免用飞弹啦，伊有一种叫做卡车炮啊，吼，装伫咧卡车后壁吼，会当迄个啥拍者啊，伊即摆会当发射的公里会当到170公里，170公里你若过迄个啥，即个算做福建这边吼，到咱我看。迄个新竹这个所在，差不多170公里呢。伊的意思讲，伊敢发这个传统的这种卡车炮，伊就让迄个啦攻击咱台湾啦，哦。所以这个问题就讲，以后咱突然免用甲迄飞弹啦，你飞弹开始，咱迄个啥，咱有迄个爱国者3型的迄种反飞弹，咱会当甲拍落，对不对？你也用迄个炮弹的时候，传统的炮弹，咱基本就无动啊，迄个阻挡啊，阻挡吼。所以这是因应着吼，这个降机啦，还是降军有新的动作，这个国军吼，这个演习来所以讲要有新的形式，也是咱要有新的做法。所以这是国军在建设方面吼，有在进步的所在，只要咱较肯定啦。在咧战术方面爱甲肯定，不过咱嘛来讲吼，其实哦，咱讲即阵。中国甲台湾这个军力哦，实在是无对等吼。咱嘛一直咧发展讲这个无对等的这个作战方式吼，安怎去突破啦吼？但是嘛可能会拄到啊真济这个状况。其实咱嘛讲到2016年迄当阵哦，甲这个雪山这个崩坑先甲封锁起来吼。来另外就是头拄讲的，伫咧高速公路吼进行这个战备跑道啦吼，会当起降落这个战机嘛是一大重点。毋过咧今年头拄有问过，就是讲13年已经无拍这个鱼雷啊。是安怎？即阵要甲鱼雷搁甲电出来其实哦，咱讲淡水边咧执政的时阵吼，这个汉光演习吼，这个嘛是拍这个战雷，但是无拍到，就一直拍，要求拍到这个成功啦吼。这回13年无拍，今年继续来拍，有啥物意义存在无？第一点吼，咱看到咱的汉光36号的演习，吼，即马闹热开始啊，
啊，人讲外行的看路咧，内行的就看骹路，吼，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咱看路咧，固然讲是真好看啦，吼，即届你看嘛，拄啊开始，是咱的迄落喷射机啦，吼，咱的 F-16啦出来，吼，啊个咱的岸炮吼，拢嘛为海安尼拍。是。啊，另外呢，这就表示讲啥？啊，你看咱电视来看吼，伊拢是伫咱海巡较头前迄边，吼，的迄个叫啥？迄个所在叫滨海。安怎讲滨海呢？外海吼。外海，吼，迄个所在就是，若讲阿公啊，伊要登陆的时阵吼，迄大船换小船 ，OK， 就是迄个所在。所以讲，迄当时啊，是伊攻击的这方面上界无力的时阵。OK， 伊讲伊大船换小船嘛，啊，人伫遐换吼，伊嘛无法度通拍枪啦，来拍炮弹哦。所以讲，这当时啊，是咱对伊攻击的上好的时机吼。所以咱看到讲，咱伫即个时间，咱的炮兵也好，咱的迄落飞行机也好，吼，拢集中伫遮来打击吼。另外个啥，就咱为迄落军官的迄落攻击嘛同款吼。即届吼有啥乌龙啦，本来一个靶船。吼，一个靶船是诺克斯级的迄款的，咱的驱逐舰，本来讲演习哦，迄个驱逐舰应该是拍过来才会停，无想讲咱头前训练的时阵吼，就甲击沉啦，人讲你这乌龙，我讲这毋是乌龙呢，这表示讲啊，咱的武器吼是会用的呢，虽然讲是练习的时阵。一个驱逐舰，诺克斯级的驱逐舰，安尼就会使讲甲拍停。所以讲，咱这毋是讲表演，互人好看。OK。这内底咱来看伊的骹路，哦，所以讲这骹路是安怎？我感觉即届吼上要紧的有几个所在，咱来看的吼。譬如讲，咱一般的咱正常的，譬如雄风3的迄款反舰飞弹，即届吼，咱来用雄风3的反舰飞弹来拍迄落。另外一台新的靶船，另外呢，天宫山的迄款的反弹道飞弹的演出哈。不过呢，今年重点伫倒位？应该是讲是头拄咱主持人有讲到，咱叫做联兵营，联合作战的，吼，都做一个合起来吼，合成营赢，这个赢吼。是一般咱的战术单位内底吼，上要紧的一个迄个。即个就讲，咱的这联兵营是美国甲咱教的。OK。因为讲，所以讲伫遮就爱试看卖讲，安尼的联兵营，伊的作战能力是安怎？较早人讲，咱100万大军啊啥，即摆咱敢剩着18万左右，咱咱安尼毋着，咱的兵，迄个兵力不足哈，不过是安怎？时代无共款，所以咱即摆用火力来取代兵力啊。所以讲，这个联兵营的意思就讲，虽然讲伊是一个赢，不过伊的火力可能袂输较早哈一个旅。OK。所以讲，这个咱联兵营，不过搁较卡路搁爱注意的伫倒位，就是吼，这个联兵营，即个咱是学美国的，是美军敢会派人来？这就有意思啊！哈，因为讲安怎，美国的国会哈有通过一个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伊个国防授权法内底就点名讲，爱美军爱派现役的迄个军官来参加咱的汉光演习。就表示讲，咱的演习毋是讲干那咱家己。创互咱家己看，会使讲是规个美国的伊的印太战略，咱是一个一环。OK。所以咱看安怎，即摆美军伫倒位？美军伫
中国南海迄边演习，咱伫台湾这边，你看最近以来，美国的飞行机也好啦，伊军舰也好，咱嘛共款，咱的反潜机也好，拢伫台湾的西南方的迄个巴士海峡遮伫遐巡，迄巡啥？因讲巴士海峡甲迄个太平洋较接壤的所在嘛，伊迄个所在水较深，咱一般的迄个沉水舰伊就拢密伫遐。OK。所以讲较早这几啊十年来阿强因的沉水舰都拢会密遐。咱的迄个沉水舰嘛共款伫遐附近会伫遐活存。美国的嘛共款，日本的嘛共款，拢差不多伫遐迄落。咱即个演习的时阵，因一定会派船呐，搁派因的迄个侦察机啥来看咱的演习，爱安怎来收到咱演习的譬如讲咱飞弹啦，这一块电信嘛，伊来收咱的电信嘛，意思安怎？特别来破解咱的这飞弹的伊秘密。所以讲，这个演习的卡路，这唔是讲凊彩表演的那会讲前一个时间有几来个人伊对讲这种表演啦，讲实在嘛袂使讲错怪因啦。安怎讲呢？因讲军中是有足侪无同的阶层。OK。但一般咱做兵敢若你也是一个普通的兵尔有诶做个班长有诶做个排长。一般咱讲服役来讲做个安尼，这来算起来，这是算安怎？这是你一个列兵尔，你就一个阿兵哥嘛另外的战斗单位，你是战斗单位的基站，你拢看袂出讲咱规个迄落大个部队咱的战术是要安怎运用咱战略上，咱国家的战略安怎甲美国，安怎甲日本安怎？甲规个印太地区安怎配合这是战略问题。所以讲，这个演习，咱这个演习，不是讲你看这阿兵哥伫遐操啦，迄表演无唔对啊。是上要紧的是安怎？你的战术阶层指挥官伊爱看讲，咱新的联兵营要安怎操作。有影，咱讲这个战术的这个部分联兵营其实。强军嘛真关注，毋那是咱讲过去成军的时阵有美国这个帮站尔，真正这个联兵营真正是可能是一大重点啦就是讲咧操演的时阵，可能讲2-3天，咱就会当来拍一个成绩单头拄啊，这个咱偏好这个教官嘛有讲到啦其实过去有人讲真正是这个汉光演习，真正敢若做秀共款欢喜演戏尔但是其实战斗单位要执行讲战术的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捌的嘛无深啦但是这是不是蔡政府可能伫咧国防这个部分有较欠思考这个部分，利用的是这个吴怡农，伊较早是下属但是伊即阵管的是国防的这个地库，敢袂有危险？第一我受每一个人拢有讲话的自由啦第二就是你即马这个演习讲实在是毋是完全拢是足真的？无搬戏的部分嘛，无一定啦。亲像我看，足侪互记者来翕，互大家来看这个咱嘛惊讲，咱咧这个避免互中国知影，所以足侪部分实在嘛有这个表演，这个互大家鼓励大家士气的这个搬戏鼓励这个成分一定有每一个国家演习拢有这种的部分啦。亲像咱有看到有一部分就是战车驶到海边安尼，真个。对海面这射击，这个部分讲实在，真正战争的时阵是无可能讲每一个战车距离遐近因为遐近的话这个敌人的这个来反击随着消灭，随着消灭，但是为着第一是为着爱翕相，第二是为着爱新闻，所以讲你当然真正这个时阵就是较近，但是真正战争的时阵，我想嘛无可能遐尔近啦，所以讲。第一是讲，伊批评讲有一个部分是搬戏，我讲搬戏第一是有必要，因为这个每一年国防
这个预算较济嘛，第一国民嘛有需要知影讲咱的国军到底有偌大。OK。所以亲像日本嘛，好，日本每一年嘛有一个这种的演习，就是互大家看讲哦，这个火力的展示，这个甲真正战争是无完全上，这个共款，但是这嘛是有需要。但是第二，我感觉讲这个即马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咱的这个国防足侪的武器讲实在还是需要爱 update， 爱甲美国爱更新。第二就是面对中国咱即马伊的武器愈来愈济当然伊真正效果安怎咱唔知影，但是咱的进步是毋是有甲咧这个继续的进步？对中国所有对台湾的这个战术战法拢有了解。我想这第二个是这个演习的部分所以应该爱增加这个重量。就是讲，咱演习应该是真正讲中国是安怎来拍，咱照伊安怎拍的方法，咱来研究这个方式，毋是讲找一种咱较方便的这个方式来去搬戏安尼啦。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大问题。当然，第三就是亲像咱的这个足侪的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咱讲军事讲科目伫另外国家来讲应该是每一年拢爱演习重要的科目。亲像你讲的这个进水艦射这个鱼雷嘛这个讲实在伫日本嘛好、美国嘛好、韩国嘛好，是每一年拢有演习啦，因为每一年拢有可能战争嘛。然后咧，这个进水艦的顶头的咧官兵嘛是今年可能有人射过，明年伊就退伍啊，新的人嘛爱练啦，但是咱就是受到咱的这个武器补充的困难，所以讲无法度讲每一年对所有的这个科目拢演习一遍，所以这个对咱的国防来讲其实爱承认这是一个缺点。OK。所以讲咱以后应该是所有的部队对所有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应该是每一年拢爱演习。毋是讲今年演一项，明年演一项。我感觉这个当然对国防部规划来讲是较简单，但是这个对这个咱的规个战备来讲其实无够。有影所以唔通敢若讲为着方便逐回拢做共款这个科目的这个演习。今年演一项，明年演别项。其实每一项每一年拢爱演。拢爱演无就是顶半年、下半年搁一届啦，安尼嘛是会使啦不过嘛是上重要，就是讲这个中共的这个情资爱随着这个战时，也是讲因的这个发展来去做一寡情资收集，来去改进一寡不过咱嘛讲中国咱讲顶半年已经19届啊直接起无空战机时不时就甲你飞起来不过咱有看到讲美国协防真正嘛是真济啦咱看昨就好，这个 RC-135S 因为这个侦察机就伫咱的这个这个巴士海峡也是讲这个来去侦察到这个强军的这个动态。另外是今仔日咱讲汉光演习的。今仔日这段同时啦这个美军这个 E-8C 嘛是侦察机出现伫咧巴士海峡咱嘛有做一个报道，咱先做来看。中国军机近来一直有动作，根据统计，到目前已经交代18摆，挖进前到单升悬的记录，其中6月份就有10摆，相当密集。北面媒体更加报道，6月2日都有2架中国防陆轰炸机。挂在射程达到180公里以上的 KD-60型空对地飞弹，为强国海峡向南飞时阵，突然转向台东而来，离台湾只有300公里，挖近射程的范围。咱国 F-16战机也紧急起飞，以挂大方式就近监控，并且公布距离，精细一度机丢。这些状况，空军都全程有掌握，并且适当的应处。F-16升空是做一个警戒的任务。轰6轰炸机，它这次出宫古海峡，它针对的是美军为主。美军为了就是反制中共，那中共为了表面上不示弱，所以就会变成情势的螺旋升高。对于攻击动作，国军低调表示全程掌握。国防安全研究院报告指出，攻击定扰台可能是甲美军活动参台美关系升温有关系。学者也分析，近来中美伫南海军事竞争升级，所以才会有伫台海4个围到处活动。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批评中国军事扩大威胁区域的和平甲稳定。China's proactive behavior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not only increased tension and threatene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but also put democracies worldwide to the test. 吴钊燮伫柏林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以视讯方式演讲，分享台湾抗疫的经验，并且呼吁欧洲各国甲台湾深化合作，共同面对中国威胁。香港就是一个上好的例。台湾为伫对抗中国的前线，各国应该更加关注甲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强基哦，这个起无空的这个情形，顶半年已经10外届啊吼。啊，其实吼，这个上济一年有个20摆啦吼。其实咱嘛看6月，敢若个6月就10届啊，咱有做张图表先带大家来看啦吼。咱讲6月初到开始哦，这个Su-30吼，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伫台湾的这个空隙吼，来遮起无空。其实咱嘛这个看到咱的这个军机哦，中华民国军机嘛随飞去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12、16吼，其实运8也好啦吼，歼10也好啦吼，继续伫台湾上空啦吼来遮出现。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啊，伫咧宫古海峡遮吼，啊，这个 Okinawa 遮群岛来出现啦吼，啊，嘛是伫台湾东部外海遮吼来去登势啦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美军哦，侦察机也好，运输机也好，这回这个意义。存在着啥物？啊，其实咱讲，伫咧汉光演习，哎哟，今仔日鸟，这个美军就是 E-8C 的这个侦察机，就出现伫咧巴士海峡遮，离中共上近，敢若67.51海里，这代表啥物意思？咱继续请王理事长。对，我们咱知影吼，进程已经有一变啦嘛，哈，啊，伫咧个啥，广东这边，啊，那无到差不多60到80几公里吧，应该里，这个里不是公里哈。啊，东海这边啊有一摆啦，所以你会看得到吼，这个啥，这个美军的迄个侦察机哈，对中国吼哪来哪近啦，哦，所以伊为什么在接触的？伊最主要吼，可能咧侦察伊的啥，伊一寡迄个弹道，有啥迄个什么收伊迄个线道的迄种讯息就是吼。啊，咱来看这个啥，其实咱即摆会晓发现到吼，伫咧南方吼，就是南海这个所在吼，较紧张咧，比不管东边还是咱的北边吼，看来咧较紧张吼。这个车咧是迄个啥，这个解放军吼，伫迄个西沙群岛遐哈，西沙群岛的做5天的迄个演习嘛，伫遐做演习有5天吼。啊，美国就派2只航空母舰来，吼，在遐同时一只叫做尼米兹号，一个叫做雷根号，吼，同时伫这个所在那咧做啥？做演习吼。咱来了解吼，美国的迄个航空母舰吼，也当同时个当一个所在去做演习的，还是集结在一起的，无罕咧看到。等于讲迄个啥，中东迄个波斯湾迄个所在吼，有渐渐的是伊较有2只同时出现。哦，顶摆也伫咱东亚这边来讲吼。1996年，咱第一摆总统选举的时候，总统直选迄摆吼，有2只，吼，一只伫咧北方，一只伫咧啥南方啊，对干是即个中共吼，对咱试射即个飞弹，是，即个叫做飞弹危机吼，迄摆2只，啊，怪呢，就拢罕咧咧看种，2只东西拢伫即个。东风出现啦，啊，即摆伫迄个南海遐吼，同时2只出来，吼，咱来了解，即摆是一个迄个新冠疫情哈，这个武汉肺炎啦吼，这伫美国足严重的时阵吼，你看伊嘛是足重视即个啥，东亚吼，因为东亚尤其是你个啥南海即个安全吼，迄个国际安全啦，还是区域安全的时候，即个所在来讲吼，那伊那足重视的。有影。啊，讲即个时间的是第7月7日哈，澳洲啊，澳洲啦哈，这个伊发表一个叫做2020的迄个国防战略的迄个啥报告。是。
这个报告内底吼，那么增加差不多1700几亿个迄个澳元哈。至于是较早吼，迄个澳洲、澳大利亚吼，迄个10倍、4倍，是，伊国防的预算的4倍以上。哦，伊讲伊要发展啥物件呢？伊要发展迄种啥，会当长程的迄种射出去的吼，是迄个武器啦，不管是飞弹啦，还是航空器啦，吼，迄种来讲拢是迄个啥，伊要发展的重点。咱较早就拢认为讲，啊，你伫迄个南太平洋这澳大利亚甲迄个纽西兰吼，应该是上安全的呀，无啥物大迄个啥。迄个敌人嘛，吼，这有美国的迄个我们称这个核子伞哈，甲保护着。因为啥物伊即马开始要发展，因为阿强啊吼，伊即马就是啥，伊透过迄个啥叫做“一带一路”吼，为南方扩张啦，啊，为南方的迄个啥，迄个南岛啦，叫做是迄个太平洋迄个南岛哈，即个所在去。哦，海平洋顶悬有足济迄个小岛啊，哦，小岛啊，小岛就是啦。这小岛啦，啊，拢是小国啦。咱有4个国家，本来咱有6个吼，是旧年好像Q2个去吼。啊，即摆都有4个国家。啊，即摆中国就是啥，为遮发展。伊甲伊迄个啥战略吼，为南方去。伊即摆就是甲南太平洋这个所在吼，做伊的迄个啥。战略的是战略的这个中心地，所以澳大利亚伊就感觉烦恼呀，即伊的迄个威胁来安尼，较早是无迄个威胁，即摆威胁地啊，所以伊即摆迄个澳洲的这总理叫做莫里森啊，伊就是要好啊，迄个啥扩展因的迄个军事的力量。有影，这个规模一定要甲占好掉。所以咱看会见规个迄个啥，规个迄个威胁吼。所以较早咱就想讲，哎呀，朝鲜半岛遐上落，北韩遐，韩国迄个所在较严重哈。即摆毋是，即摆拢大家为遐去。有影啦。其实为什么为遐去？就爱了解一点就是啥。每一个大国伫崛起的时候，上重要拢是海军。哦。甲即摆还都无变，19世纪的是咱讲。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国，是因为伊的海军到底海上的力量一定要对掌握掉的啦吼。啊，美国即马拢无变，为20世纪甲即马拢无变。啊，即马啊，强啊，伊咧发展2只，迄个啥，迄个航空母舰。所以起来时即马大家拢是咧海洋吼，咧抢。啊，伫迄个啥，即个南海啦，还是南太平洋遮较快的所在，你北边吼有迄个啥日本啦啊。迄个啥，迄个韩国啊，遐较复杂。中国要出去较无方便，所以即马就有来。中国伫遮吼，除了这个咱讲这个南半球吼，这个 Australia 遮啦吼，其实伊的这个策略吼，咱即阵来讲是 Grey Zone 啦吼，或者是这个普色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战术啦吼，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要先带大家来看这个。哟，基本的这个特色是啥物咧？就是咱头拄讲的无对等啦吼，还是讲吼尽量莫较动着这个战争，啊避免呢。这个下过这个战争这个坎啦吼，但是伊可能透过这个经济手段，哈，亲像讲过去限制中国客来台湾啦吼，旅游的这个禁令也好，啊，伫军事这个协迫者吼，其实咱看到就是讲针对性的这个军力展示啦吼，比如讲浸水艦吼，啊，布上这个台面吼，布上海面，另外咧这个两侧这个艦啦吼来进行操演，另外咧就是讲吼。偷掠这个家己的私船吼，还是讲船艦，就伫后壁咧对啦吼，还是讲家己弄啦吼，家己包围等等也好，啊混合的这个行动也好，有啥物咧？船艦吼，伫遐喐，还是讲这个航空机啦吼，伫遐干扰你的这个飞行啦吼。另外就是家己讲警告这个射击啦吼，嘛是有透过这个军事的这个协力，嘛是有透过咱等下要看网络资讯这个手段吼，结合资讯网络网军吼，伫遐虚实实伫遐做攻击啦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的这个高官啦吼，其实咱看到军事的这个普色吼，真正是普色啦，介入这个乌甲白中间吼，毋是战争的这个规模，但是这款这个步数吼更加恐怖。对，刚有一句话讲，你爱敢战，你才会使避免会去甲人战。是啊，你爱有这款的气魄讲吼，我敢甲你拼。啊，第二点呢？你要有赢的迄款的本钱啊！你的
军力要有够大，是你才会使甲人讲安怎讲和平啊。所以讲，这个表面上来看吼，所以讲咱讲咱的汉光演习是表演啊，无毋对啊。因嘛表演啊，因演了搁较大出啦。国防实力的展现啦吼。大家拢伫遐演啊，美国嘛伫遐演啦，吼。因为讲这是安怎？这个较早咱古早人讲啊，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伫实际上要烧台进前吼，上要紧的是讲安怎甲你下掉吼。咱毋是讲为着爱烧台就去烧台，还是讲安怎讲咱安尼会使贺主啊，讲卖烧台，会使哦，你拍我袂赢哦，我可能嘛拍你袂赢，安尼咱就会使和平。所以咱头拄啊主持人讲到这不对称的一款的作战的迄个战略发展。咱为什么讲不对称？因为讲咱台湾，你较安怎来发展？咱敢2300万人尔，对即摆迄个老人社会过来啊，少年愈来愈少，哦，所以讲你要安怎来发展你的军队？你的嘛无遐尼侪人来做兵，哦。第二点就讲你的规模就安尼，所以讲你无法度讲你甲阿强共款吼，伊土地搁宽，人搁多，吼所以讲伊会使来做来创一个足大的迄个军队安尼。那分方飞弹会使拍2500公里搁随时搁会使搁增加。是迄是看讲咱的发展，咱的迄个研究吼，安怎来互伊射程搁会使增加。若讲拍2500公里，拍到北京拢有剩啊咧，所以讲拍武汉啦这拢伊主要的迄款的军事基地是拢伫咱的分方飞弹的伊的这个射击范围内底啦吼。即款的佫有一个安怎？伊是拍甲迄个太空要甲太空遐安尼佫落来，所以讲伊的即款的飞弹会使拍土地拍甲足深的。是。人讲最近这个月以来大陆的迄个三峡水库足危险的，大家敢会放会放的讲实在阿强上惊着三峡若讲放去迄个上海就变讲海上，所以讲你愈惊我就愈要拍呀。所以讲较早李登辉时代，咱就讲你若要甲我拍安尼我就拍你的迄个三峡的水库。伊当时用讲的，咱即马呢，迄款的云峰飞弹伊就具备讲我拍会到。是。第二点，我的迄款的爆炸的火力有可能讲对你的三峡的迄个霸体造成影影响。所以讲，会使影响到倒位，无拍哪会知。毋过我个讲转来，讲嘛惊讲，万一讲你若拍着，咱会放弃，要安怎？所以这安尼就讲，好，安尼大家拢卖动手，安尼就好，你过你的日，我过我的日，安尼。第二点就讲，咱讲阿强最近伊的军机啦，船啦，包括讲伊的航空母舰，伫咱台湾东边迄边射来射去安怎？我感觉这内底嘛有三个无共的伊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安怎？的训练。是。因为讲咱的海军毋是讲我有船就好我即摆加几条船，毋是呢。海军伊的船出来你爱试验看一般伫咱海上因为讲咱一般啥物南海啦东海啥。伊的迄影无甲伊偌大啦，你若讲去迄太平洋迄边，伊的风影就较大。是，所以讲你的船一定爱去到太平洋，你要去到太平洋，你无经过巴士海峡，你无经过宫古海峡，你要为倒位去？是，所以讲有当时咱是料敌从宽，讲哇，伊个经过，伊个经过，有当时是安怎？伊为着伊训练的需要，伊嘛爱安尼行。OK， 所以伊迄是训练的需要。第二點表演嘛，有当时也是讲咱甲美國較近伊就
来走一抓，吼，甲你吓吓咧，啊，这第三点就是演习，譬如讲伊即届伫西沙迄边嘅演习，吼，这就本来讲哦，东南亚嘅国家，吼，上惊应该是越南嘛，伊讲西沙是为因的迄个岘港吼足近的，是，较早。西沙嘛，捌是较早迄个南越迄个土地嘛，所以是阿强啊为南越迄边抢过去，所以对于越南来讲，伊讲西沙是我的黄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传统的所在，所以伊嘛足唔甘心的。西沙个为对海迄个越南嘛，伤过上界近，所以讲伊对迄个越南的即款的战略贺主吼。迄款呢，足大的哈，所以讲美国讲好，你来我嘛来，吼，你讲你有航空母舰，我是世界第一等的，安尼大家比看嘛，本来美国若无来，大家拢看伊表演讲，哦，即马讲足厉害，但美国一个来，哇，杀到开去啊，消风去啦吼，消风去啊，所以讲一比吼，无比唔知影，比落就知讲，才知影讲上会输赢。是，毋是讲咱吼，有影啦，咱讲这个强军吼，其实这个作为真济啦吼，这个动作嘛真济。头拄咱讲就普式这款枪盾，介着这个乌甲白这个之间吼，伊即招就先甲你吓吓咧啦吼。毋过真正这个枪盾嘛，伫小连线这个边境嘛看到吼。其实咱嘛有整理到另外一张图表，要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吼。这是发生伫这个济国家啦吼，咱讲。军机吼，今年已经19摆来乱咱台湾的这个强势吼，引起这个美军就直直咧甲对啊。毋过咱嘛看到吼，甲咱上瓦的这个香港吼，是不是这个港区的国安法嘛要剥夺咱讲香港的这个自由甲法治啦吼，扩大甲自由世界这个冲突。中国是遮吼，咱嘛看足济啦吼。过去佫有啥咧？伫咧哈萨克家吼来逮捕着批评这个新疆，咱讲集中营这个知识分子啦吼。过来，咱头拄嘛讲到。一个西沙群岛遮吼，军演吼，宣称吼，这个中国要伫遮做这个南海防空的这个识别区啦吼，嘛引发着区域这个紧张。中国到底是变啥物棒？中国甲印度的冲突其实几十年来已经足久啊，因为伊对土地的这个主权吼有这个纠纷啦，有纠纷啦，所以即马来讲，印度方面伊的新闻，伊的资讯是较开放嘛，所以讲咱就知影讲印度损失20个人嘛，但是中国到底死偌济，中国伊无可能宣布嘛，无要放消息啦。所以讲到底啥人赢啥人输，这个即马看起来是无较清楚啦。但是咧，咱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就是印度讲实在，伊是一个大国，伊若上唔惊中国嘅就是印度啦。印度伊即马讲经济已经是全世界第5名。是。虽然伊因为人济嘛，所以讲一般人可能足侪人可能这个生活水准甲所得可能较低，但是伊的这个total的总量已经是足大啊。伊的军事的力量其实嘛是世界差不多会当排第5、第6。所以讲伊是绝对无会惊中国啦。其实印度伊支持这个西藏的这个流亡政府已经差不多要70年啊，60几年啊。所以伊支持这伊比美国较勇啊，因为美国到即马伊唔敢正式的官方承认台湾啦，但是对印度来讲，伊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已经足久啊，中国嘛唔敢对伊安怎，所以讲这个中国讲实在这伫这个全世界唔是亲像大家想的，就是真正遐尔勇，遐尔讲遐影响力是偌大。当然，伊即马经济是愈来愈大，伊这个伫国际上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嘛唔是每一个国家拢会惊赢伊啦。这讲实在这亚洲所有的国家对中国的这种的军事的野心其实拢有这个拢捌人拢知影。所以重点就是每一个国家徛喺家己国家立场对中国应该拢有一定的这种警觉啦警觉性一定是有啦所以咱台湾其实上重要的就是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时阵安怎来应
用咱的经济、外交的政策，来加其他国家发展好的关系，亲像以前蔡总统讲的新南向嘛，这其实就是印度加东南亚国家其实是足重要，就是重点就是无互台湾互全世界看到讲，你台湾就是完全爱靠中国，唔是讲台湾讲完全就是中国的另外一部分，因为台湾讲实在咱这个社会讲的中文。这个华语，是甲中国，咱咧讲名嘛是有 China 所以假使咱咧政策无好势的话，足侪人就感觉讲你台湾甲中国讲实在是一边的啦，这对台湾是不利，所以咱即嘛就是不管咱咧军事以外的外交，爱甲即个其他国家发展好的关系，我感觉是非常的重要。伫咧外交上发展这个新的这个关系，也是讲较好的这个关系啦。不过咱嘛讲到真正是毋是有好消息就是咱看到这个中印边境有冲突以后，台湾甲印度即阵嘛，这个新的这个可能是真欢喜的这代志咱看到印度决定要指派因外交部米州市现任这个汉语或者是这个戴国兰的这个署长啦这个重要人物可能会来担当着印度甲台北协会这个会长嘛是讲呢，这个印度派驻台湾级数上界悬的这个大赛啦嘛有学者分析讲，中国甲印度这个关系这个冲突产生紧张，这嘛是咱和印度合作的上好的时机，做来看。台湾甲印度的关系搁再有进展。咱外交部将指派亚太署长葛宝轩出任驻印度代表，显示对印度的重视。印度敢若也释出善意。印度媒体星期二快报报道，印度将会选派对美的资深官员米州司署长戴国兰出任驻台湾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将做印度驻台湾的最高书记。被解读是印度想要加强对台湾的关系。是长直这个样子来过来，所以说这表示这是相对过去来讲是非常资深的一个外交官，而且是现役的外交官。我们所想象的到底是台印关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他们如果派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外交官来台湾的话，我觉得也是表达这两国关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层次是越来越高。虽然外交部对这件人事案正低调无评论，不过戴国兰伊的政务经历正丰富。伫过去，捌派驻中国北京，中文讲了袂歹，也捌伫咧印度内部的智库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印部队伫东南冲突事件了的中印关系。了又搁出任印度的外交部米州司署长，成绩也袂歹。伊组成印度、美国、日本、澳洲在内4边机制。而中印边界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双方的关系恶化。印度可能会指派对中国事务正了解，同时对美国关系又搁正好的戴国兰，更加证明印度的中国智库要拍台湾牌策略。现在是因为中国它在对印度，然后以及它在南海，包括它对台湾，有非常多的威胁，那个使得大家会想到，就是说可能需要强化彼此的关系。印度在台湾的发展，以及台湾对印度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这个大家讨厌中国而强化彼此的关系。学者讲，中印冲突的这个时阵，可能是强化台湾甲印度关系的好时阵，因为彼此之间面临共同的威胁。若是这项印度驻台湾书记的人事案件是真的，也能看出印度伫咧部署印太战略，将台湾看作是重要伙伴，会让加强经贸、军事合作，和台湾的地位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是哦，美国拍这个台湾牌，这印度这阵嘛要拍台湾牌，然后咱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上尾1分钟的时间，咱请王理事长。无毋对咱遮派一个公署叫做陈茂明中兴大学的教授伊这本来就是啥，伫阿扁时阵那伫迄个啥，迄个李副总统的迄个参事伊伫这几年来拢甲迄个啥，迄个印度这个学界特别是迄个军方拢有足大的迄个直接的所以在咱的情形来讲，迄个啥，印度也有互咱等于较好的回馈啦。是，讲伊也派一个资中派，本来就是美国的迄个资深的驻美国的官员来带咱做咱台湾的代表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迄个啥，
增加这个交情的所在咯吼。即我是感觉讲说，台印的关系吼，会哪来哪好，互相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嘛。是啦吼，是一种保障啦吼。啊，即阵印度拍这个台湾牌，中国会起噗噗无？是啊，啊，即摆咱甲印度的关系愈来愈好，啊，印度甲中国都伊就继续啊，伊就没完没了，安怎？就讲即摆因变讲是一个迄个消耗战，吼。变成讲你看嘛，中国若讲爱派军去迄个喜马拉雅区迄边足远的呢，吼安尼伊的迄个军费支出足大，压力足大。对印度来讲，我不要紧啊，我对我来讲，迄拢附近嘛，所以讲这就表示讲咱甲印度之间有共同的战略利益。OK。平行的战略利益，这是上要紧，两个国家会使变朋友，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是上要紧的。共同的这个战略，这个意义伫啦吼。因为讲咱有共同的敌人啊吼，拢是阿强啊吼，所以咱就汉光演习讲到这个台印关系愈来愈好嘛，看到吼中共，咱讲这个普色冲突啦吼，继续来扩张啦吼，嘛要继续来去注意，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感谢。